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彭宣如老师、牛奶先生。今日由我来带大家来做运动，想要身材变好，就要做肌力训练。要记得运动前要先暖身一下，再摸会舒松哦。以下会开始咯，现在来做踢扎通走，右脚脚踝，我们转10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左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气头，15片的气头风，来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右诶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大车，来转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将紧，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接下来要停下来做肌力运动咯。要蹲下来做运动咯，来踢扎通走，臀部的训练。好，我们左手手肘撑地板，左片躺好来，气头大车速，不用再踢那吼。好，慢慢的右脚抬腿，往上抬，3、4，莫会飙下来哦，5、6、7、8，大腿内侧会练到9、10，好，来踢泥扎通走，气头弯起来，向后踢，你慢慢走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摸一边旁来哦，来，气头大车，慢慢的画圆圈，1、2、3、4，师傅用力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我们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慢慢的不用下来，好，换片，要记得师傅用力哦，好，
我们右手手肘撑好，七头大车，肚子用力，慢慢的左边抬起来。记得不要变下来哦。2、3、4，慢慢走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你咋通走，师傅用力哦，慢慢的弯起来，向后踢。1、2、3，肚子用力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会丢好来画圆圈，七头大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大家做会动好哦。要记得，师傅用力，腿只是帮忙而已。好，继续开始做三炸通走算一组，1号开始咯。我们动作稍微加快一点，来，左手手肘撑好，右脚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踢你掌向后踢。1、2、3，肚子用力哦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继续下去哦。来，画圆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反方向转一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换片咯，记得身体不要晃哦，保持透气。好，来，左脚开始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继续下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继续下去哦，师傅懂酸哦。好，来画圆圈。1、2、3、4，保持透气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反方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师傅懂酸呢。我记得这动作保持透气，师傅要夹起来，用力，然后不要用腰，还有手肘撑好，腹部保持绷紧。那我们直接踢你组开始咯，大家加油哦！来，踢3炸，我们做多下一点，来，慢慢的右腿抬起来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再来一遍。1、2、3，加快哦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你咋通走，开始咯。1、2，慢走。3、4，上半身稳定。5、6、7、8、9、
十，好，来，踢三炸通走，画圆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哦，大家做会动好哦。大家师傅有酸吗？我们再来挑战最后一组好不好？好，老师的师傅已经开始有一点快抽筋了。大家等等来，最后一组哦，最后一组了。好，我们手肘记得是撑好，挺胸，七头大车。不用那天哪吼，保持你上半身稳定。来，右脚先抬起来，我们先撑住一下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开始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踢你咋通走。斜后方踢腿，上半身要稳定哦。2、3、4，师傅用力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莫会变下来哦，踢三炸通走，来画圆圈。1、2、3、4、5，大家继续哦。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刷一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换左片，大家停停来，继续下去哦，大家加油哦！来抬腿，来停留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滑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踢你咋通走，向后抬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头大吃。8、9、10，好，踢三炸通走，来慢慢的画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大家做动好。今晡日运动做到以下，大家按姿势再来了。